各位听众，我知你来这礼拜对咱是要听鬼故事。你人听鬼故事才刺激，特别咧吼。若是你办档来讲咧，你就会使买红红的 T 恤，本来福建的 T 恤。咩个讲老师啊，3月8號過了呢，就去變做平常時嘅價錢40塊一條 T 恤。若是你要較早買個會報價你人會睇趁你人愛嘅 T 恤嘅size。before 3月8號特別買，但是講咱要看伊個 size，咱會使下個禮拜去檳榔北嘅話，當今安排甲叫檳榔北後調，嘿，伊個無像 T 恤嘅 size 後邊，了咱會使去看你 T 恤，了甲來買。特別若是你3月8號前買咧，對 guarantee 你會買趁你嘅 size，報價你嘅 size，但是貴啊呢，買了就了，OK，咱會使去。當今去penanghokkien.com 會幫伊阿邊接觸邊度攤買，還是去 shop.penanghokkien.com 會對攤買到你 T 恤了，兩項 style T 恤個阿龍後條嘅尺，讓會使買個了，希望來買兩條 T 恤一條衫，了支持penanghokkien買，啊無人激心啊做 T 恤無人買 ，OK 啦，當今讓接落去聽，真係鬼嘅故事。各位聽眾，歡迎人來到檳榔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個準備歡迎人都來聽鬼的故事。這個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是老蔣耀斌，歡迎。大家好，只久無背對來了。右邊呢是叮當到 New Zealand， 為教我聽鬼故事。當今到馬來西亞，到邊嚟？到咗，我當家己讀起啊。了個有老鳥阿涵 Hello， 歡迎。喲，係咩聲？了個有O2B 把你講來，歡迎O2B。大家好。了個有個有道嘅歡迎。大家好。道嘅一邊就歡迎。了個有南山。我愛炒豆嘅了，劍虎了，了個做咩愛炒我咧？個這點嘅秋情，這點嘅秋情歡迎，秋情車啦嘛？冇啦，當尾看得戲啦。哦，我想困你啊！隻電視有。你食咩？你食咩？只無停嘅。誒，我唔是講，你唔是講咩山啊？你唔是講咩減肥啊？我看到你笑影，我看到你笑影到啲 chat group 嚟講，今日你買餅，你今日食？好。可能。我俾錢一隻。你介紹一個。9點到8點食按落嚟burger咯。冇啦，只有未食咧，我一粒呢，嗰隻是伊嘅。你是試過嘛？未對戲，未好對啊，未靠。你咪笑，背一未走嘛？個就辦啦，未起。英國中老鳥，英國中歡迎。大家好。英國中是無相信鬼，特別一隻狗講鬼嘅故事嘛。了個有監配，到底是改變監配歡迎。大家好。咦，使未記佢啲 echo 講過？大家好。了個有個別店嗰邊牛鈴餅歡迎。大家好。我最似你講咧。依度電話會考，度電話講下。啊，那冇啦，用 Bluetooth。哦，用 Bluetooth 嘅聲。誒，
古靈冰我知你是裝哦，嚇，古靈冰是裝。新人唔知嘛，古靈冰。我先嘅。係啦，美國我唔知，我唔捌未見過嘅古靈冰，嚟講話，卡開開。卡開開後往吐，開開嚟，哎，好啊，呀，你安怎聽到邊個福建嘅？別冰係，個別冰錯你只係啊？好啦，這是年正，伊介紹我聽講有幾個故事哦。嚇了了，應該我就聽嘛，嚇，了我就應該是個年正嗬。哦，你啊，估了我就啦，聽，是個別冰介紹你嘅啦，啊是你介紹個別冰。好啦，個別冰介紹我，啊了，你到新加坡本啊到邊呢？吉隆坡。明？我到邊個？邊呢哎呀，我未記，對我未 share 我 show 嘅 link 先。OK，啊，了你是伊介紹了，你都聽，你敢聽幾個故事？你聽八處本？我嗰陣時download 幾個故事嚟笑嘅。哦，你笑起來，你無驚幾對你啊？ਹਨ？我即係冇應該有幾百位處理啊。嚇，我知而家放龜啲條啊，放條仙龜。啊，幫我處理都係冇解啊。哦，我出報紙跟住聽你幾個故事嘅。我出破先話車是啊，哦，你不要聽別項物件，嗰個咩？嗰本你驚？好啦，就是驚個別人愛困嘛。哦，個正線啫啦。蝦隻青。了，你自己安尼自己聽幾個數，你應該就幾個數嚟甲王寫咯，係啊。淡薄。了，佢嚟下話，嗱，當見即係你把咁樣看 ，OK，怎麼講講有幾個男仔有一個嘛係啊？我一個。啊，你燒掉聲，我要學啊，新疆古靈兵講嘢聲。誒，新疆古靈兵講嘢個數聲，聽了咪零巴哩兵。哦，我有一個食蛋仔，食咩？你捌聽過伊個故事？食咩？哦，因我喺入邊食定，哦，食電仔咧，哦，OK。啊，你捌聽過伊個故事咧？這是我 office 嘅。哦，但是啊，問講出來嚇，乜係忘啦？問講到一位啊，講乜嘢？啊，特別，嚇，好啦，我講比較講嘅冰是 heritage 嘛，新加坡嘅百幾年嘅。嚇， So 我 office 比較說在講 banking back end 嗬，嗰時本是冇講日頭嘅嘛，暗嘅咯 usually。你後尾 music 是你嘅位啊，是最人嘅位？我坐到門口嗰度。然之後我聽到你問講 music 啊，我跟住臨晒講嘢下，人我掉嚟講係同人講嘅，你正個講聽到 music 啊，你然之後我聽到 music 嘅是最人啊，是借電那邊。冇啦，我都忘過，問下人啊。誒，讓我聽到，噔噔。有啊，有聽到，啥人你看伊唱歌呢？款哦，是姚明哦。轉個就打過嚟。有咩？我特登邊個 little star？你唔是咩？就等你嘅嘢。冇，我正冇掛，我聽我已經冇我講特登話有放嘅唔是咩？誒冇嘢喎，國口啊，我聽到國口人，即係國口係棒勁，國口我聽到。OK，冇嘢，當然嚟入去講這點。I mean，個別冰，個你古靈冰。古靈冰。咱有時應該往時啲細做 OT 嘅嘛。等陣夠聲了，按照我聽到聲，是唔是？咩先啊？唔是話，慢慢講話，我瞄住下嚇。咁所以古靈冰講時間有嘅哦。係咯。嗱，music 嗰度嚟，music 嗰度嚟啊！music 嗰度。有。啊。嚇，即係住咧。我真係唔知啦。古靈冰係古靈冰嘅咩？我知啊，我喺麥當勞邊看 Astro。OK。係，我聽到快啲本來咁講。嚇，你聲唔講隻聲，特別氣嘅聲隻聲。巴魯，個你邊幾時可以借車入邊？冇，你問講實話，你講大聲，你聲別。我講巴魯。啊，當然 OK，是講未聽，你聲是 OK，是講伊成日講淡薄，特別你會賣戲，我佢聽到。當然冇啊。So
有一個報，because 我哋為真濟人講看到啦，有驚啦，係咪個了那款嘢啦？office 啊，我聽到伊戲嘅聲個喎。會使買用 Bluetooth 你用買用 Bluetooth，你用咩電話 ？Samsung 啊，是 iPhone。Samsung 啊 ，Samsung 都 try 用你個機，你 built-in 嘅 mouthpiece 講，買用 Bluetooth。Bluetooth。馬路冇用 Bluetooth 嘅好。較好。較好嚟。OK。So 有一個 Apple 往做 OT 嘛，等人個2-3點嘛，往放工哦。所以放工咧，往個咧會 usually 就你在做 bank 嗬，就放工你第一行就是想愛短成嘅。所以往個咧咪走咯。走我係 supervisor，because 我走嘅是往冚開嘅物件嘛。所以我留一排開照掉伊然後就。所以伊本愛短嘢咯。伊就係對咯，所以就走入邊冚電、冚開行對佢行一百，你聽到 keyboard 嘅聲。那咔拍字啊呐。安尼講咯，然後伊就奇怪 ，maybe 隔壁另外一個 department 嘅人掉，然後伊就冇去管你，結果伊變過後尾嘅時候，伊看到有一個頭。這頭啊？但我有個嘛，所以伊早起來，你可能看到伊嘅。阿伯把伊頭對面淡薄呢，頭整嘅時候妹，阿妹看到阿妹。OK。咁伊就感覺奇怪，就買啲看開是看唔到物件，咁事實你嗰個走對嚟，去做伊 computer， 而家 maybe style 唔落個對嘅，所以就行夾我，伊行夾我過後嗬，伊就看到冇面對皮哦，查某位，應該喺你位嘅 suppose 阿姐，查某鬼啊？這姐妹。伊這位啊？伊這位 OK。แล้วนั่น大คอ嗬 ，suddenly เป็นกันนะ4個人冇面接受嘛，因為我快這是你頭你 supervisor 看到唔是，看到你嘅 seat 嚟啦，你嘅 cubicle 嚟。然後就看到安怎變咗呢要笑呢？安尼立馬係。冇一件，人個哇嗬，你感覺佢từng係冇喎白晒，然後。The best part 係就是下面嘅，伊嘅面 keyboard 嘅聲 continue 聽到，等伊嘅頭慢慢變過嚟，向過去，你哦，然後甲伊笑，車咗，然後伊就行隔壁嘅 department 啊，然後後尾 supervisor 本做到會走，咪行出來咯，然後就看到伊邊隻車嘛，然後你看到啊？冇，另外一個 supervisor 看到伊邊隻車啊，所以伊就問蝦米事，然後伊個 supervisor 看到伊講別，人袂使大聲講，人落去甲講，所以伊就掩就伊看到冇物件嘅啊，然後人就走落去一地咯下，然後人講過嚟講去咯。你伊看到伊時是看到目睭呢，可能啦，伊本是炸掉淡薄一半。冇，伊看到是幾粒頭，因為冰過頭。body remain 上頭冰。人哋，後尾嚟轉咧。嚇！我看唔到咯，我到 Skype。叫住嚟 Google Plus 買 The best part。係啦，即係買即係 Google Plus。叫我驚南西啲。冇，伊驚嘢。嗱，我好多看。驚嘢。伊驚嘢 famous 嘅。因為南西講，伊看到伊嘅人啲甲我講，我唔敢。你個有驚。แล้ว你 supervisor 看到伊邊是安怎嘅？嚇？你 supervisor 看到伊邊是安怎嘅？普通嘅人也是安怎嘅面？伊有邊咯，等白安尼款咯。แล้วเป็นคนที่อีก笑嘅時，伊看不到出去，就成個正干嘅笑安尼款咯。你莫幾場嘅笑掉。Following week 我過去我換位。以後你成日都大隻借到一包包嘅位啊！我換借，我見啊。你借到一包包。特別我邊隻借啦，嗰一個本隻出邊嘅，就是本地方問嘅哦。所以你邊是特別靚啊？問講啊，對啊。咪講到講特別靚嚇。對。嗰個上我 office 係我 office 係。你是上家這店上一間哦。上一間特別往是白利 building 加一地 building。OK。然後
我人迄邊 because 我 usual weekdays 做工是9點半嘛 OT 係咪？所以真趣味就是吼，達到8點幾吼，有聽到人唱歌嘅，其中一個 department 嘅位。你聽到人唱歌是 music 吧 music？ 人唱歌，哦，寫住人，尖唱歌，哦，吊住班嘅聲。不，這是唱歌，一聲聽到人唱歌嘅，係你啦，無講正明嘅。了，係你個 department 就實正驚咯，因為樣聽到是正 often 嘅聽到咗。了，樣嘛是過來隔壁問我人成另外一個 department 嘅嘛，問講誒，攏聽到嚇，了我講哦無啊，無關。了，樣就走落去一啲問家，問家講你有聽到嚇？那查某唱歌，佢講無啦。一啲其實是冇，啲面落嚟冇。是你是佢。你講一啲嗬，因為我而家是到嗰邊困眠嘛，所以講有時半暝嗬，一聽到人聲拍拿叫到地面人咚，安尼反正就，because 我哋 floor 是崩嘅嘛，所以就講無咯，了舊家有崩嘅時，真係人咪做 OT 就，舊家出嘅，咁樣反正了就成日做嘢就。แล้วเองก็ว่าหลังมันสิจัวไอ้หลังไงมา so if อูอันนั้นเขา reason มาจัวโอตีว่าหลังมันก็อ๋อมันจะทำหมดเทียนตีอันนั้นเขามุ่ง你更加冇聽到啦，這個蠻做啊。because 佢เป็นโอตี是 compulsory 嘅，冇嚟講俾學者好 reason 嘅嘛。so 舊เขา有到嘢 supervisor 被當out，因為弟弟有人冇做嘛。so 一定 find out 咯。แล้วอีกจักรจินยากู finally一吹到伊 root cause 哈咪數誒，一啲個特特咩7點幾8點一幫伊個拿 radio。但係什麼乜錢我是怪想嘅咯。係嘛？係嘛？我等人嚟抄個拿。但我抄等你。lu start to play na iman kan tak sang na so that is why then after that kalau dah caiแล้วอีกกับ because อีกองบุตรเดียว because อีกกีตาร์มาอี radio so อีกกำกับบ่สู้人都大病去嘅大病去先如果喺佢哋俾我 department 咧，我 test 看，喺佢哋病你係嘛？我邊就諗油都個掣嘅。嚇！借咗啲舊衣諗油都個掣，我點諗咧？我哋驚是好嘅聲啊！有淡薄人我掉喺你一般那並無頭嘅借到樓梯嘅。你個拉卡邊嘅啊？個拉卡邊嘅嚇，你會嚇？啊啦，啊邊我另外一個邊一個就嚟樓梯嘅嘛，茶嘅嘛。最先我讀嘅啦。所以嗰邊就係誒，你能看到講，你那幾波你個見聽幾個數？我唔知我捌定估嗬，我細漢嘅時候，你每個別病嘅仔啊，我困嘅時候我唔敢冚開喎。哦，我哋佢去困，我按咗 train 講，我敢看就是 because 我特嚟半暝嗬，我冚開啊，到房間自己一人看幾個戲。哦，你 train 好你自己病。แล้วบาฟตาชุดลาบาลูเกาบาลูไอ้ก็ขวาจินจะบินแฮนนี่ก็บัดลาบักของกูเงี้ย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อ๋อ你講話嘢係睇到燒掉，睇你話咁每都講嘢。你唔得學佢而家驚嘛？係啦，誒你 OK 嚟啦，你等陣先啊，個古靈兵丁聽睇陣啊，你攞這邊Google Plus 兩個住個線，你幾個數南西？係我教你講住你。嚇，病嘢。冇。我係錯嘅。你錯是按公邊嘅？係啦。冇，我係錯，你好應該是冇啲啦，吧咯。所以，我係錯嗬，有一個。嚇。佢我嗰陣時嘅時候，我是困嘅時候嚟睇啦嗬。即經啊。係啦，我落去出接了嘛。特別是幾邊即經啊？上嚟嗰度，伊冇行來行去。哦。行來行去啊！但伊我嗰陣時係時候，伊行來行去，我厝咧聽以前卡連嘅，所以聽你卡連嘅聲啊，就有標嘅。哦，使你見啦，卡連嘅啊。嚇！你聽叮嚇，
你有時打嘅時我個我家困了，一幫妹我媽去toilet，我媽就請起來去toilet，然後你鼻度噴水鼻自己當。哦，尿尿我個噴水鼻，我係 the next day 我媽媽去問我個咯，你幫妹啥嘅做噴水做咩？你講冇啊，唔是我，就是下一橋做嘅咯。你下一橋嗬，就是 actually 是我安迪嚟。我安迪就細漢我啲冇嘢，又未出事都冇嘢，你當我出嚟邊？啊！你安迪什麼是你嘅爸是媽誒是？我係 mother 嘅 sister。mother sister 姨啦。嚇，我姨。哦。你佢知咯，你有時用噴劍咪咁隨意咯，而係逃避咯。哦，你意思想見哪呢？意思會出事，你講就冇嘢啦，所以意思見哪。然後我阿哥看過，伊冇大漢咧，我阿哥看過，我上過嘛。哦，你阿哥冇上過嚇，伊冇一上過嘛。你未做亂，你未炒亂嘅那個幾人誒？嚇，伊炒就直打下，我就直打本了。啊，做下路，啊，做下路。我聽到伊卡鈴嘅聲，我冇聽伊講我嘅聲。你唔是哈魯啦，係是伊平常時聲啊，伊啲聲哈就魯，唔是伊哈魯。我係 uncle， 我係 brother 咯，伊困嘅房間，伊邊都是就伊邊都是看我嘅後位係種嘅，好啊，伊我嘅堂啊是看出去個靠厝內面嘅。嚇，那直接是伊是無個燈冚了嘛，你話 brother 困嘅時是把就開了困嘅咗。開咗冇，把就一困起好，伊把就家己我都開起來。哦。嚇！伊目睭配看無白咧，伊看無白。嚇，看無白咧。你高啊是你小弟？我高。你高目睭開起來時，喊到你姨啊！冇啊！你拄我行過海塘啦，我姨行過塘，我把你看到，伊唔是用行，伊我把你講，是講伊是用背。哦，撲過咧，真正背很下，真正快很飄過咧，嚇到伊。你所扯起來啊！你是 baby， 你是 baby 還是大人啊？還是一邊？大人咧，快大漢咧。我啱，又唔叫我食。冇名咯。breakfast。哇 ，baby lovely，thank you。哦，好食。阿冇食。然後打嘅是，我個跳彈嘅是我來哦。我學細嘢嘛。哦。我學細到厝我拜嘢。咁樣。有你係咩先招拜啊？冇，一齊就攞嚟。哦，又攞啦。嚇！一打嘅是來是舊阿嘅媽都講，佢阿媽講，伊講我暑假嗰時嘅到你拖那邊嘅。你阿媽講我都冇嘅，伊講有就係拖。我阿媽講係拖就冇數事，講我在你數事嘅度，伊講阿媽講你數事嘅度咯。我阿媽去開完一直唔記得那邊。哦。你我阿媽係來向攞那邊咯。哦，嗰時個哦，所以當見嘅咩係點向攞那邊個啦？嚇！你有你物件像鏈啊、金鏈下面嘅了啊，唔係就以為咯，伊講伊愛咯。特別我唔知講隻物件有本呢，我阿媽都未記啊。哦哇！我阿媽都係下佢本嚟點？你知佢阿媽都綁經。你買咗 sister 嚟啊？免事啊？嚇！什麼嘞？係佢只肯行來行去，佢早啦馬路冇邊聽到啊。你細漢嘅時，細漢時就擺門聽到啦。啊，有時聽到快近段你門頭前肯會聽到伊bel嘅聲。哦。你我阿媽講伊係真愛水本嚟咯，我佢看到伊，伊頭髮真係真長一白頭長起來嘅。哦，有拍你生佢背準。冇，等你白頭長先背準。我真嘢，你好正呀，我 breakfast。冇啦咩？咁好食，講聽，即有 bacon 啊，加potato，啲 potato 呢就是加garing嘅正加，แล้ว個有 scrambled egg 嘅 fluffy 啦，定冇淡薄 cheese。哇！我有，你去做隻。四百好食 ，OK，sorry 啊，แล้วOK，如果你再講你厝人講經驗，應該就只講數過嘅。等陣你燒掉個，燒掉。淋晒啊，淋晒我。哦。係。One,
就咪講，朋友就行鬼嘅。哈？朋友就行鬼嘅。你問講搭自己朋友咯？我就你好提講。去厝大啦，講一個啦。你南西啊？你南西講較大聲啊！你只會你聲。對咯，因為我 iPad，所以我怪大嘅。iPad 你個撳條坑個 iPad。我坑晒得咯，特別係我哋去坑講咯。嚇！你問到底一啲係坑是到頂面嘅？所以我 before 我去我朋友就甲我講，伊有聽到淡薄聲啦，可能部對朋友嘅，แล้ว我就有被插謝啦，แล้ว阿妹咧，我就啲旁邊啲 guest room 裏邊叫唔掂咯。啊，你這是最近嘅是？最近嘅。哦。แล้ว我就本嚟到底得一格吉隆坡知道？唔是吉隆坡啦。แล้ว我就是啲我會去櫃名嗬。啊！我腦直直有唱條歌了誒。哦。我腦就做咩直直有一個歌喺我腦有。哈。直直呢種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呢種。嚇！我直直有一種嘅聲了誒，แล้ว特別啲我暫時我家己唱嘅啦，我冇插啦，我家己唱，我唔知就是我嘅麥就是愛唱。แล้ว我問啲位旁邊，啲旁邊呢邊㗎。是強夾咪個了咯，叫外白啦咪啦，然後唔是就是了鬼後哦。你成日直直笑掉係一條劇啦。我唔是直直笑，是講我嗱有這個聲，有這個暗號聲了，我無插。แล้ว按掉我叫一半我聽到，我影真正聽到了，唔是我腦裏邊嘅聲了。我真係聽到了，我有影是聽到。一個查某囡仔唱，啲成垃圾啲隔壁旁邊嘅咯，可能就。我啲旁，我把路我是迄種，我無愛講較緊衝去吹啊嘛，迄種人啊，我愛吹暗示嘅人嚟嘛。嚇！你特別等咪聽清楚啊？呀，愛聽個清清楚楚，我愛知到底是我家己聽錯，假是講有人唱，假是講是迄個嘛。แล้ว坐啲旁邊我聽，我直直聽，我甲有幾若分鐘嗰度，2分鐘3分鐘啦。我直聽，一直唱，直 repeat 安尼款咯。伊毋是伊拉啥夾一個壁安尼款嘅伊個聲，然後聽到幾若分鐘啦，我別當啦。你壁合併，你知道條 direction 是我他們。我就唔知倒落第個 direction，我知是夾一個壁嘅。會聲嚟。伊毋是到底你房間內面嘅聲。迄時10點幾啊，垃圾11點嘅，10點幾11點嘅。然後我朋友個人對旁邊嘅。我啷厝真濟人啊？伊厝無講真濟人啦，本是有囡仔玩嘅，特別伊對旁邊是叫伊查某囝困嘅。然後過後我人講好講，伊查某囝困了，然後我囝困了，我人就出來傾偈嘅，然後呢，研究傾偈，然後。然後我聽我等啊，我看伊佫無唱了喎，就唱了幾分鐘啊，佫無唱了哦。然後我就行出去看，是毋是到底有人伫聽唱，而且聽無人嘅，是毋是伫聽唱，還是伫隔壁旁邊個啥物？然後一行出去呢吼，迄唱歌嘅聲 stop 去啊。哦。因為我等咗3-4分鐘啊嘛，伫內邊。我等就是看伊第時唱了，伊佫無唱了 ，OK， 佫未唱了是毋是？我就出去看。我一行出去，我腳一踏出房間了吼，伊會聲 stop 去啊。你聽到阿個就大聲，你聽到上個正隔壁房人唱歌嘅聲嚟大聲啦。迄種嘅聲夾一個壁款嘅聲。然後隨便我問我朋友咯。你頭早你就冇驚唱歌？伊講無啊。然後我講你有唱歌，你就冇驚困嘅。我驚，我知伊真驚你咪嚇伊。我咪嚇伊。然後我講，你看你有關係吼，唱歌你就冇驚聽嘅喲。Before 你困，伊講無。然後我點啊？因為我後面說，我冇點，我點我唔講。問家嚇伊啊？
好咪係咯。伊講過，伊捌聽過，捌看過到厝本啊，before 去時。伊是聽過，伊是聽到沒有甲你講哦？伊是曲掉另外一個細胞，一聽到有一個，聽到啥一個物件笑到真激烈。然後伊毋知蝦米物件啥事，我袂記講，我應該是伊毋知蝦米物件，因為迄邊甲房正一拖嘅嘛。然後伊甲我講，伊甲我講啊吼，然後我就實注意了。你去時啊？你去時就你 already 去時你 feel 到？我你去這裡，我知伊個河口。紅包迄邊甲阿妹是有，我知是有誒。特別我無查，因為是學口嘛。學口嘛，所以我不管你這。你看嘅袋是有看到蝦米物件？無啊，我無咪，actually我無咪暑假紙迄間袋內面。feel 到無暑假紙皮啊。但我無。before 伊甲我講嘅時候，我已經是無暑假紙迄邊講啦。我自己我經，我被徛久嗰邊解。咁sao咪รู้啊？伊甲你講嘅是，伊無梅你講，有啊無咩？伊厝伊講伊聽着。有，伊講伊有甲我講，伊講特別有我，你咪甲我講。哦，我把打買車南曬來我厝嗰度。我咪甲你講啦，嘛啲 recording 嘅時講啊。我話講我朋友厝，你講是唔是啲邊個？你沙africa嘅，然後去英國電話厝嘅時候，然後個 recording 講我，是唔是英國電話厝？是唔是啲英國嘅？我唔是，啲邊個嘅？我俾個別人最金配最近就新嘅幾個事情掉，金配困起啊頂。咁配啊！我唔知。冇困。我跳着 baby 笑。冇啊。我正有 baby 講。哦，你真衰啦！我掉啲嘅聲講冇咩，係嗨嘅。冇啊！我冇告訴我沒有掉外賣，我做得冇別件嘅。啊 ，OK， 你做咩整三擺啊？可以。你輪擺哦，看你輪擺哦。輪擺是點解講？差半困啊！愛靜滿無肯靜。OK 啊，佢嚟，然後等陣我加再啦，我沒有掉聲。我要叫顧凌冰講顧凌冰。安怎？啊，咋講？我要 remind 南西有一道I think 舊年 I think last year 我有 phone 呢，到啲喺你 hotel 嘅事嘅。啊，講話我唔知咪係。我講句，你叫南西一道我 phone 何路我問路，南西你 hotel 有冇呀？啊，你叫了，你甲我講，大啲喺你一格嘅位都好，都是喺你阿妹嘅時，我係講到啲佢叫啊，你 hotel。我講俾阿妹你搞啲咩叫啊？我係搞買困咧，直直走去入邊嘅嘛，了早起我等個早起個 phone 何路嘛，了我睇小英何路看，了你甲我講到啲喺你一格嘅位，你叫。你叫搞啲咩叫佢咯？了特別。因為特等是無你忘記個嘛，你忘記啊，若是有電啊，伊無放煞咯，伊會講幾名咯。忘記是你把隻啊？你會南曬時咧，你講你搞到下邊講啊，還是你只看到小英就在下面講？我 just 睇小英，互伊睇幾哪條小英，我每下你看我一邊 OK 哦，你甲我講嘛，我對咧嘅位都是喺你搞特點起啊，俾我買困嘛。有個一個就是我去一個 toilet， 兩間啊，這是 restaurant 嚟。有一個就是 hotel 嘅位。restaurant 啊？我北京 hotel 這是我這邊嚟，我這邊近嘅。所以我特別講去 dinner 咧，咪是要去 toilet 咯，又。
唔知你一間台咧呢？我也未行入去呢哈，我摸到長了，未入呢就長了未去啊喂。你摸長起來嘛，只英式咧3個月背轉咯。未了。啊，我未入去，我未去啊，有時你只久咧，我未去啊嘛對。當你只驚個門呢摸長了，未夠啊，未開門個呀。有啲外口呢摸到長了。然後baru kasi ada ayo sih punya lasan naik bus aneh kanแล้วไปจะจอดเก็บเจียวค่อยปังเจ้าก็เบียด抓一隻雞ก็เบียด抓成個路人咁樣冇你驚你是有哪放嗰時來看到嗰時走起來是擔聲一隻雞冇啦我放嘅時我琴日寫埋 prayer 啦所以我大概是安尼嘛，我就是就係講我哋維護啊，苗係係咪？你為 prayer，你問咗 prayer，你問 prayer 啊，貴嘅。冇啦，我 just 講一個 Our Father Three Hail Mary，咪得我講㗎啦，除了咯。我想你先父教你講啊，我到你 confession 嘅時講啊 ，say three Hail Marys on the toilet。但講真，咁啲數咧，你搞起即係炸衫嘅產品咧，但係我去正經去過樓去正經時，我都冇注意幫行，我都冇感覺幫行嘅。你冇 sensitive， 你冇夠 sensitive。我愛你，你唔是你愛到 A 了呀？我叫病結肚，鬼啦，出來啦，我來了啦，個冇嘅。係咪咩？Auntie，你相信鬼啊？Auntie，誒，走去啊！唔知啊。Auntie，你捌聽那個一日單呢？講嘅呀，係咪嚟？Auntie，你捌聽鬼一日單呢？我冇相信鬼嚟講。哦 ，OK，你拉沙呢個掉。Udi，來啦，你這邊啦。Auntie，免歹勢哈，你會記，你捌看會鬼，你家己捌親身看過哦。捌看掉啦，伊亂講嘅啦。我有聽到嘛？你聽到？我咪聽到，啲檳榔嘟是檳榔 club 嘅事。你有啲鬼我就問。阿妹是聽到人耍狗耳。啊，你娘啦！講話。試過點樣咧？我攞人去刷狗耳 next door。哦。刷狗，近到聽你狗耳聲，就去刷人刷狗耳啦。你聲咧拖到頭殼嘅聲嚇，你聲拖到頭殼嘅聲嚇，狗耳。我刷你在人潮 furniture 嘅聲。嚇。about 咯，所以人去 move furniture next door to us 你3-4點嘅咧，so it's very funny 啦。แล้วรู้ใจสังการู้บัดเทียง朋友啊是出來人講鬼嘅故事啊？冇啦，我聽到啦。我真係聽鬼嘅故事哦。一個，一個嘅鬼故事講喺邊格格有物件，但係冇講你係咪物件嘅？南西講有物件咯，呢個講有物件，看到物件咯。你看到係咪物件你？係咯。南西嘅看到我就冇看到，我冇看到。即係先呀。你咪話嘛？即件。有垃圾麼？啊，落有無啊？咩乜直頭計講嗱，呢邊個有咯。我唔知你講咗看面嘅，我冇看到，你知我特登是嗱曬邊個有嘅嘛？哦，你是冇看到，那是鮮嘅物件，特別你知講有啊無啦。我冇我落去嘛，我 just 計講，你教我看一邊 ，OK 哦。你一教我講下邊格，你我就知啊，邊個啥咩？係你叫咩？真係唔知邊個。唔係啦，我哋冇笑啦，你夾你話乜嘢夾？咪夾。一夾。攏食咩？攏食 crisp， 食 chips。攏土豆香。攏淡仔食土豆啦，真。大粒哦。這裡是阿嬤呀。阿嬤土豆啊？嚇！伊阿嬤做大粒嘅啊。無鹹咩？有鹹啊？無鹹嘅。伊人做嘅無鹹嘅。伊毋是咧一波咧，手咧，叫咩汁當啊？lembu。
麥林布嘅，較好食。安怎啊？我食到對人嘅馬來西亞嘅菜豆豆啊，較香過阿毛嘅哦。好啦，講啥啦？未講啊？係咪數啊？來這邊冇，來到咯。出去邊靚冇？我有一年對一擺咯。所以先就對啊啦。this year 未對啊 ，September 對但 meet 英國中嘅路啊。今年mana對，今年是 baru 2016 baru start 呢。Oh yeah, forgot. But what last year 對，我 last year 一個月對。Yeah. 去年嘅對，所今年咱嘅對啦，交過啦。我唔捌拄過英國中，你嘛知你名英國中哦？一知。所嘛講今年一談拄條路啦。好，你就俾請，你俾一 block 可以，好啲嘛？你 mother 大啲道路。我 mother 大啲 ，last time 大tanjung bunga 嘅 ，now 大啲 USM 嘅對面。USM 是道路。USM 是較難啦，我嘢 FTZ 嗰邊。嗰邊是我。Trade Zone 嗰邊啊，我唔贊助講啦，我唔贊助靠你食啦。我 Queens Bay 靠 Queens Bay 對 Queens Bay 對。靠 Queens， 後面屬於搬厝啊。頂擺大啲講到是Masjid Terapung 嘅後邊。對。一般去 ，because 我係知道不給jambu 咧，所以我係70幾歲啊，我買係花車特特咩？對 ，from 不給jambu 對個去tanjung bunga 貴遠啊。That's very far. So 我人俾卡伊人去吹一間卡碗，我係知嘅厝，然後伊當間碗係。有一間 Tesco 度喺邊 ，Tesco Extra 知道嗎？知。喺後邊我呢 opposite 呢。我經嘅 Tesco in Tanjung Bunga。冇，我經營邊邊未記啊，有一個大間嘅 Tesco。That's right。喺邊？但係因為我諗嘅冇咁 familiar 啦 ，because that way 是Jelutong嘅 area。對，我諗本身冇識嘅，因為我細漢大漢本是大Tanjung Bunga大漢嘅書，所以後邊我冇識喺邊。Tanjung Bunga area。but 啦，我嘅 parents 啊 ，but 即係叫做啊，我嘅師姐嚇，你 uncle Aloysius 嚇，然後即係照顧嘛 ，but 我係兩好了啊，咱嘅邊個嘅事呢？咱嘅自己人佢接來接去啊，嗬。真係隻 connection， 特別 finance NSA 所在呢。少，嚟啦，講到對貴嘅嚇，英國中啊，係咪？你大啲boarding 不，大啲 KL 是咪 St John 時候你大？St John。嗰邊嘅是我係記你教我講過，你捌聽幾嘅告訴我邊啊？喲，係咪嚟？咩電嘅聲係咩啊？Sorry， 我有啥？有導彈呀！有導彈。我係 steam generator。我咧聽啊！你細漢時讀車時喺邊啊？應該是聽到只隻嘛？有啦，有真係隻啦，特別我聽啊，我無講聽，所以我未記咯，我冇乜講聽，我就講我聽了，有一道我唔知你有知係你所在，不見那是所在。我知，因為我去你不見那是 church 嗎 ？St John 叫 St John 嚇。然後伊個 church 嘅後邊啊，有一個細房，然後伊個房是人誒，因為是到底山頂嘅啊，到底係較關嘅嚇。SJI 是伊個山頂，然後 SJI 後邊有一個有一個細房，有幾那隻伊個嗰啲都係後邊咩？嚇，然後人嘅學堂誒拍 football 嘅操波是後邊嘛，所以後邊了邊啊有一個 basketball court，邊個一個邊啊是伊個網了啦，伊個紅膠燈嘅網，所以波嘅時你若是去拍 badminton，還是去做 basketball，你至輕之路伊個網嘅邊啊啦，我就講到
我講我聽這個故事啦，我無聽到啦，特別我嘅朋友甲我講，有會到伊人若是佚佗小晏小暗嘅，伊人會聽到baby 號嘅聲。baby 號嘅聲，然後有一道本，這是我有佇嘅時啊，咱去知道basketball 是伊個冇噴氣。伊個棒裏面。過伊把架入去伊個棒。所以無啥物問題，咱會白起伊個把架，伊把架是伊個鐵線嘅把架，所以我嘅朋友比得緊白起伊個把架了。籬笆嘅嚇。入去棒白扣伊個球，但扣一扣是一個伊個嘅地個成績白伊啦，可能我上伊過身了啦，一個。老嘅嘅地個伊是我卡出來啦，Eurasian 來，伊是Joseph 啊，啥物？伊 Joseph 來回避到啊，了伊上個咩真正惡嘅咧？是上個上大嘅 reaction。哦，伊個災人就是要去扣 ball 爾，都無做啥物牌啊！伊上個真正起哄嘅你看啊！哇！伊做啊！伊講都袂使接啲病，袂使接啲，真正無好是啥物？我人看，你細漢時看大人安尼青囝嘅時候，你嘛是青囝就，你知啊？你白白嘅青囝，你看到大人青囝時你就嚇掉咯。可能，所以我想伊知物件啦，啲病啦，伊無講下聽，伊人掛就嚟變得緊出。你是我會見啊，但我家己無經驗啊，咪物件病咯。特別英國點？佢俾英國高等嘅了嘛是有望嘅，嗰啲個年齡嘅了，未講啲後輩就好。我無驚，我都無感覺嗰行嘅橋病。我都冇感覺，個了 rest in peace。我講聽好我有一道是我驚是去迄個 Western Road 嘅幫咯，我哥咧就衰啊，我哥唔知要下裝啊嗬，伊個朋友咧時候就載我去咧迄個幫位啊，一條伊個舊嘅 Fiat 嚟啊，只去咧幫位阿妹就，你睇阿妹你食阿妹嘛，你又咪是有一個上個一個妹呢？你想阿妹都開，伊個辣點嘅鐵妹就冚了，頂到無鐵妹啦。哦，last time 無鐵妹哈，last time 無鐵妹，last time 即是啊 ，maybe 有啊，頂到是我唔知講有鐵妹，我唔知。無鐵妹嘛，有一個 gate post。伊成個啊，一無一些一浪膠嘅啊。來嘅，你都要過一個橋嘛。啊，一個橋對。你要過一個橋，了有一個成個 archway 咧。啊，對。無鎖門有鎖門咩？頂到啊無，頂到嘅是無。我未記，我無鎖門啊。了我是我係個咧是嚇死我是 about I think 我差唔多form 4 form 5可能是啊，伊換接去下邊咯，梗係驚我媽望到我下邊嘅嘛。然後換接去啊，哇驚死我！特別好我講聽當金啦，我大漢，然後我聽做邊咧學見節目，按一講咧就故意告訴我嚇，然後我變咗本咧驚但冇死吧去啊！成個古靈兵嘅啦，嗱古靈兵都俾聽個死吧去嚇。古靈兵，我就是我當今哦，我做工 office 對面就是望咧，我特咩出來暗咪是無驚。無驚啦，無啥物事啦。特別好。第一無驚是 Western Road 會望啦，因為佢哋是紅教嘅嘛。哦，你較驚你長線望嚇？你我較驚淡薄啦，較驚淡較自己淡薄，因為。關事數，咱冇關事看。呢幫嘅成個較大間，了唔關咩事啦？呢較刺激淡薄。等人成個等人刮擦咪是看較刺激嘅。等人嘅刮擦咪係阿涵啊，阿涵講啊，講到望下，伊人菲律賓人嘅望下，伊人是一個 family 啊，一個 mausoleum 嘅，你知哦？哦，了阿公阿媽是啲想嘅地方嘅咯，了伊人有灶卡有蝦米嘅喎？喲，你使去成啊，讓去邊啲幫先使煮食啥物啦？有嘅哦，
伊人 also day 是去迄边煮食牌的咯，去迄边 remember。人較濟是接宗教的嘛，所以人是咯啊。宗教嘅望來。啊，了有我的小姐講啊，有的家庭的哈。有地方困的啊，伊人會困，迄邊困你唔驚。我捌看過，我捌看過本就一個 documentary 嗬，我唔知是中國還是大陸我袂記啦。伊是一個位咯，伊樣想去清明嘅時哈，人家咧是只去一間厝內面嘅，可能就了樓頂個有通困嘅，樓下有走卡咩，我唔知係咪 documentary 我看到。John，隔壁咪有一個有呀，唔知是大陸，伊波 KL 有一個啊，伊有三個一個房間內邊，了伊無通困，特別伊有 TV， 伊有 freezer， 伊有 fridge。了伊有了樣夾物件去煮去食阿邊。哦。呢是好證明嘅點先是冇。但咱講到啲點即係古靈兵啊，不是嚇掉古靈兵嗰條，請一杯。古靈兵。每看古靈兵個咩物件？古靈兵困遐嚇 ，Skype 啊，是伊 mute 掉啊，是東西。伊行掉啊！等你對那時候個每看個較濟。哇，豆嘅，你無甲我講過你嘅迄邊嘅迄個鬼嘅故事係誒鬼嘅講嘅福建話腔重哦。我唔捌拄過喎。你冇拄過，你看你鬼看到迄邊嘅事啊。Touchwood，我唔捌拄過。你有朋友捌會看哦，成個南西你看你人個大名。So far 冇喎。南西咯。南西咯。南西你看在解看，佢就看伊厝喎。得落去厝，klein 嘅厝啊。衰啊！你阿 John。咪看伊厝，看竹竿嘅位。竹竿嘅位呢？嘛個你本家做人上市公司。我大陸家做上市啊。哦。日本件，日本件。伊個公司都我唔知，特別伊個公司後口迄路嘅了是真正。哦。跟 of course 啦，跟咩路 ？MB 啊？迄邊界 area 是真正正。Cyber 仔啊！Cyber 仔啊 ！Cyber 仔嘟啦。Cyber 仔呢大名啊，免嘟啦。免嘟 Cyber 仔。Cyber 仔啊，邊哦，嗰邊只隻啊嘅咯。呢邊唔是真係新嘅地方咩？做咩屬有咧？因為伊是頂到是參巴嚇，一定咪是巴來，因為是一幾年嘅開嘛。伊唔是，伊是有十幾年啊嘛，開有 more than that 50 years 相反。你 try 阿妹你去行迄條迄個嘉江嘅海邊看咪？喲，南西迄個是山線啦。啊？南西是山線還是人誒？山線啦，海啦，行嘉江嘅海邊都行看咪？嘉江海邊就係本啊？南西咧唔是講去嘉江嗰條路，用嘅 best wire 嘅highway 是唔是？我今擺冇多嘅，我 last time 冇多嘅 area OK 啊。那你唔是就等人看到嘛，咪是 OK 咯。你學南西咪看到。是咯。我差冇。我去。唔係，你確定你嘛去行啦，行到鐵軌啊，看有冇拄到啊？誒，等陣我這會報告者，咱講到幾個事嘛。我人 still 當緊嗰啲 plan 掉過迄個多呀。本來makan多誒，迄個啲 plan 掉過，我冇 concrete information 啊，所以我有 concrete information 是個教人報告。講到幾晚，咱去 hotel 就係特別咱落幾個 episode。John，嚇 ，actually office 裏邊有幾啊？南西未記啊。哦，就住 office。到嘅 office 有幾？伊巴魯扎幾集先嘛？睇咩做咧？我看到 video。哎呦，幾時我家己幾入線啊！係是日本嘅 live broadcast 係日本嘅。是咯，是啊，日本嘅。日本嘅是 CNN。我想你講係 CD。差入幾？好啦。嗱 trial。係咪 CD？
CD 就冇驚啊！冇啦，都出嚟，嚇冇 blank CD。咁佢咪做咩打？Dinner 是買，先知係時間做，先知係時間做，切伊咧，切伊咧。那是講一個大長就攰起來啊！誒好啊好啊好啊！誒我快啲做事，我正寫咗恭喜發財啦，一 check 就啪得出來咯。好，我做。啊，John 啊，我看到啲 Facebook 地頭先嘅，但我一諗做可以鳥，做可以鳥。我看到，你做華仔冇？冇喎，阿仔冇插俾阿仔。因為啊，人講嘅鳥啊，真正看人嘅目睭真係 sensitive 嘅，所以你若是被做一個鳥，成個 uncomfortable 啊，是係咪啊？你做好你嘅目睭大類咧，做你做好一個鳥驚，你若是做嘅咩啊？用 CD 擴較大，一隻都就真得濟車驚。夾崩斜晒喎，哦，你我家己佢哋去掃。呀，OK，這點嚟，你講佢係舊年7月，我嘅 temple member 學你依代 flat 嘅，你對隨時可以接 leave，一直嚟表嘅白白喺那邊，聽硬晒佢你，等下我等佢，等我。企喺角度裏邊。查某企，呀，個呢呢，喺你哋見下卡嘅邊車個未做波行喺呢上面嘛。哦。企喺陣點？呀，你成日亂個300一舊嘢，鬧一個攤出嚟。你就咪一舊嘢鬧嘅事嘢咧，直頭鎖起你大妹嘅咧。我真係是看咧，咪是對錯一個未嚟往嘅咩 temple 嘛，我阿妹嘛，阿妹公仔紙婆，一個就喺那邊。哦，一報名對錯時，企喺外口而家。呀！你所白會企喺外口嘅時候，下個點車？你冇同人講咩？你冇成日叫人去請佢走啊？冇啦 ，actually 嚇你講冇去做波行嘅，because 呢度冇做到波行，都是以為啊嘛，你唔使唔知嘛條數。哦，所以你特別計成個平安計公司會員嚇啦 ，OK， 你前邊都買嚟。梗冇可能用，梗冇可能用。誒，梗冇可能要依樣事佢出來，唔是定得陣間冇布拉呀？我有聽過哦。未必即係誒講未講話咧。哦，然後直接講你嚇陣間冇布拉少。阿龍講嘅。哦，哇！真係大啊，隻菇啊喎！我特你 episode 看嘅了誒，聽嘅了誒。哎呦，有。哇！你幾 episode 看嘅了啊？聽嘅了啊？聽嘅了。哇！你嗰陣是我7月我係暗要做超導嘅。超導係咩意思？超導先。哦，超導。你成個 jeep 伊線咧嚇。係唔是接線，係接線啊！念經學呀，念經學呀，哦，念經學係樣龜嗰啲叫啊，三線。你我嗰陣時念經，我阿哥看一橋，來伊，哇！嗰條斜經，佢真係佢無頭，伊頭到伊手見了。呀！然後嗰陣時老安迪，伊看我阿哥看到老安迪嘅，真老誒。伊大隻，伊死你應該是8幾年嘅。哦。你未去 next life 會掉了這邊。哦，所以伊學說，所以人超多時間係你未貴人。未貴嚇。未貴去。請人貴去人。嚇。貴落係貴。你話阿哥就請我到係花來外口咗，你話佢講一年花10年人徛了。哦，你安哥唔是到念嘅，你安哥是阿妹。我安哥是阿妹，會使講成 hit ਹਨ啊。哦，所以咪是靠關係嘅，冇插嘅啦伊。哦，係咯，伊靠關係係就是你嗰陣講過係，有時打嚟看就看關係本啦。你安哥是你嘅媽長，還是你爸？係媽嘅客嘅。我哋媽係企驚啦 ，that means 伊是甲你嘅媽喺邊上一輩啊！啊，你媽邊啦，你媽邊啦。所以但是你是你嘅阿哥，咪是伊哋 K 二嚟咯，佢哋貴姓咧？你 K 子啦 ，K 子下 K 子。哦。我嗰陣時去臨時會。你不要叫你阿哥嚟講或者。冇影啦，做工，阿妹做工，暗講，
講經嘅做工啊？冇啦，去福國做工。哦 ，additional 個。或者你睇每一款，一隻就你打咁講。我有一個好是，我細漢是冇 believe 喺物件嘅，冇相信喺物件。因為那你就是講經，你冇相信啊？冇咩相信，佢真細漢嘅嘛，喺物件是感覺我大人嘢係嚇人啊嘅。哦，你個教佢話啦。因為嗰陣時我uncle 去成掠鬼嘅，去人處掠鬼哦。咧以後係鬼爬到係鬼塊，一隻成用係種嘅啦，隻包袱嘅啦，爬到以後咧對嚟是頭上個機仔你掉到入去，隻明嘅個機仔你啊，你仔頓就整假嘅。佢哋掠鬼哦，去食鬼啊，對嚟是咬個波士啊。哦，食鬼什麼事你使慢慢解釋我聽食鬼。食鬼是係都食。安怎講下，係鬼是無好嘅啊！是做人下面嗬，有人講受食曉，受蝕人肯曉。哦，受蝕了，對嚟是安怎解決去啊？對唔對配到啲木袋出來上面？冇，想食到係冇辦嘅，是坑嘅。哦，你得個邊個咬？食曉，有係人嗬，就是 suffer 咬嗰時嗰隻紅嗰隻嘛，所以對嚟是你買特你喺浪膠入面咬。哦喲。紅嘅了。一對嚟佢啲水哦，一隻鬼嚟濕地啊，一叫佢係濕地。OK， 我再隻出去叫做濕地鬼。咧佢啲有水哦，啊你叫啲隻鬼機，我我隻個機啦，隻垃圾啊。哦，佢只隻濕地。你樣做，你可能真正隻咩哦，隻自己 sacrifice 呢自己嚟獵啲鬼。actually 有時就危險嘅，所以我想話佢哋冇跳大嘅，咪就玩嘅。嚇，就這樣講話。然之後你電話上面玩你 headphone 上面出。啊，咁樣講。誒唔是，我覺得你 echo 啊，出 echo。唔是我。哦 ，I think 是。如果是冇。唔是。Hello testing。咩狀？冇呀。個特別唔知。特別到你會出來喎。That means 是 Skype 入邊啊。哦 ，maybe 撳配對嚟。還是加工。不，古靈兵嘅。古靈兵嘅。係咪咩啊？撳配。啊，古靈兵啊！不，我實在會考慮困啊，未？撳配啊！不，我啲可以。古靈兵。我等陣再一個 topic 嘅數。OK， 我 mute 掉先。OK， 古靈兵啊！你困起來嗬？係嘛？我就請嘢下你嗰邊車咪咯。會啊！冇啦。意思係你嘅是困起來我看。後古靈去訂古靈，你去訂那個古靈啊？穿。我冇送先。你冇聽你講。我冇送先。你去訂你把你嘅話，而家是擼穿啊。我偷送先。阿伯依家你我講。OK， 嚟波古靈兵，我咪未擼下。你講你把是古下，我講古靈啊。我這裡是真講嘅。古靈講起來阿伯解講，你解啊？古靈兵。你講啊，大媽是你 bank 嗰邊嘅，啊不，你個八你成日細漢 before 你去做工嘅時啊，你捌聽過有咩告訴我是捌自己捌經驗過有咩？我有一個多，我忘掉咗。講啊。這裡我不甲個別邊講啦。即係 because 政府我嘅 neighbor 我嘅 neighbor 個了後，正 close 我原來是我第二走去人哋厝鐵佗嘅啦。然後 after 大漢我咪搬去另外一間厝咯。然後有一道我對人我媽為何我嘅 neighbor pass away。get knocking 啊，係你留意，因為你留意正西洋話就定估我哋去厝鐵佗啦。所以 pass away 時我就多心想，喲唔知係去借咩借我咧，還是學白劍我咧？我想啦，then at last 本部做掉啦。then 有一暝我困嘅時候，因為我係冇買好手機嘅嘛。我手機我哋錄過來啲手機到走卡，有開窗啊電嘅啦。所以我一日房嘅時候。
我望到我落嚟一啲數痕機，然後我開下個窗啊，係點痕機。原來點痕機嘅時，我看到係個安迪。窗啊嘅邊啊，慢慢安尼款出來。喲，如靈掉啊！喲，如靈咯！我安尼款講下，我唔係start淡薄驚，因為我就是徛掉個窗啊。你到底窗啊邊啊好？誒，你到底開看，你去開看，要做你看講出來。嚇？免，唔使有啲。等下開看。誒，好病，你諗過12點咯，再個。有幾多人開看？你當然開看，你現時報告好像係 CNN 咧，看點嘅啊？開，冇幫下。我開冇。嚇，冇。嚇。哦，你一部就啲點起咧，你要做咩啊？你小寶，你俾小寶啊，先打我掂佢攞喺厝。會啊，了。南西看到一堂啊？南西講你冇開，南西講你冇開。我伊，多謝坑啊！伊啊，但係就翕相看南西看一隻架。了開啊！嗬，我那款綁掉啊嘛，了我請起來嗬，然後一個月我唔敢落嚟啲順機。你知，咪是好咯？你看下你驚紅機曉？你到啲面數。我落嚟。我想你冇咪叫你驚紅機，叫你幾邊啲嚟講。我係知個別邊個你講了，講我媽 pass away。講話。個別邊講啊，你講下你自己講啊好啊。冇啦，因為佢就是都好唔知是切節還是我未記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嚟啦。了個了一啲，因為我攞在樓嘅嘛，買厝，等好一晚嚇，suddenly我看見我出來幫照，了我聽到一啲有 TV 嘅聲喺度。因為爸咧是家姐伊看戲是看 documentary 嘅嘛，伊無講看你看戲台嘅嘛。了我聽到有看戲台福建嘅 channel，了我怪，了我就按落去，規間冚個了暗嘅喎。了因為我爸 usually 伊冚開無可能無冚 TV 嘅嘛。了我徛條樓梯頂嘅位應該有大概5 minutes 咯。應該。我只狂小水都話落嚟，還是愛驚自己困嗰陣。然後成日未必我爸到一啲，然後我就去我爸嘅房間看佢。然後看伊困了，伊到房間啊，然後就問你未去看 TV 咩？然後伊面就只，你在喺你面上，我看啦，就馬是無聲，你看你面咯。然後 following 落嚟，伊就講你去看就咯。我興起，我是想叫伊落去冚嘅，叫你冚，伊叫我冚，然後咱就徛條樓梯頭，徛條然後咱就想 OK， 咱就落去開會，咱走去冚咯，開會啊，伊個 volume 嗬 ，TV 嘅 volume， 佢唔是講 normal 我人開嘅 volume 咩？即係大聲啊！佢即係大聲嘅。哦，開嘅即係大聲啊！因為我媽吼真正屬個坐到伊個舊椅嗰邊，安尼款看直到伊個 TV 嘅，咁看戲台是我媽看嘅，家己是我媽咯，安尼暗嘅時間啦，伊家己一看或者是我就飆落嚟，แล้ว冚，แล้ว我喺谷企喺舊椅就，แล้ว個飆到頂起，安尼款咯。你個幾媽唔驚啊？個幾媽唔驚？人家講，你講看到媽未必無驚。你 imagine if 你看到我媽咧，佢做朋友還是別嚟嚟嘅地方唔看嘅。哎呦，人恐怖噃！嗱，佢今日坐喺一段線白嘅朋友，佢嚟看看戲台。哇！你就係是，安尼可能咪講啦 ，imagination 是正大嘅咋。特別好我嚟講，我看到個幾男，我佢基本係驚，是講我再講係試啊啦。我好像看，唔是講驚啦，我掉斜驚啦咋。你都冇 expect 講會看到嘛？但是講我係隻好嘅朋友啦，係貴線啦。然後我再講係貴線咧，我好像看到佢，我冇驚啫嘛。特別有時人家教個你只看到影嘅時候 ，instead of 你別安尼咪驚咯，你會個笨淡薄個嚟驚。你上架飛到上架，你咩有啲old friend，然後 after that 你計慢慢笑你，誒，算咯，佢係怪講咯，你面嘅嚟啊你。你先去 investigate 淡薄先嚇。
我到 office 嘅位，我捌看過，成個我帶兵嘅時候，我看到邊啊物件飄過啦，白嘅，一 confirm 是白嘅物件，我飄過哦。然後就是maybe 因為好就是我做 testing 時，然後10點幾啊，所以可能兩個人咧，我頭家呢，然後我看到伊飄過啊嗬，我個只主人呢，可能代表我個看伊成個伊第一類是背入嚟，然後個只如果看到背出去啊，我喏。看到第二道時，我就感覺怪怪，然後我就建議講喺 manager 講，我看到物件飆過喎，然後就講有影咩？我講你等我，然後我就夾隻腳去後背哦，然後我講你看到啊，然後我掂佢隻腳出去，然後我講嗱，伊就是咁樣飄出去哦，然後我講我冇鬼實長我講你唔別看我驚啊噃，你講冇影嘅個，我講有影。真正分啦，แล้ว佢เอา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บวกคำแล้วก็แกลังเจ้าอ่ะแล้วมันจะเจ้ามาจากอะไรครับฮะ所以你就我掉嘅是咩？是你未驚，你冇問上到你，你個講出來是嚇，你驚嚇。你哪時候哪冇對比？我喺 office 入邊咪有。就成日不如講藤啊，有我唔敢講藤啊。你唔知就係驚。講下。邊我上了啊了。哦，我而家做上講數。你記得講。嗰陣時我做公務啊，然後做辦公室啊，9點9點嘅辦公嘛。但是到10點幾做工時，我咪做工，開始快全個人喊你，然後做好，我每日頭起來咗，特別我 feel 到頭前我嗬是扁嘅，一個點嘅，特別我看到物件出真係快咗，然後看到白嘢，佢都咪冇反應。然後再行，然後扣物件扣好，我覺得可能比較縮不一個意思，唔是白樣嘅。冇上 direction 啊，只縮來縮去啊。嚇！我哋邊乜教你冇講嘛？你冇見，我你冇下邊嘅。哦 ，OK。我學你冇見啊！我冇聽到。你嗱白嘢是好嘅 spirit 嚟。咪是驚！我覺得是喎。冇做路誒。嗰陣時我 office aircon 合併是派，伊個叫做aircon room control room 嘛，然後有一人講伊忘了講合併有一個徛了合併嘅。哎呦，早起我係講白路講嘢講派伊就 control room 咯。aircon 佢派啊，我 office 佢就aircon派嘅時候自己做嘅咯。哦，就叫叉浪嘅咧 aircon 就係派。你講就 aircon 派呵？特別有可能是老厝數本啊，因為我 office 啊，我 office 咪是特啲望對面嗰個嚟講，講陣歹喎，我今年應該是 system 應該是歹，今年做咩上你只接到誒，等於我對起咪是 after Christmas 啊 New Year 對起咪是個在歹，唔是講誒你 heating 啊個在歹，John 嚇，咋講？我咪是講。Malaysia Hospital aircon ICU 派是不驚人嘅命啊！係你點解喎？你呢隻牙哦，呢是冇電還是派？導航是派佢嚟講，at least 用半年到1 year 到 fix 晒你 aircon 嘅了。係啦，到 ICU 嘅調緊咗啊！南西，你我唔捌玫瑰你呵，特別我應該無講只驚，但係頂到我先冇去做office 嘅事啊。你會使教我看，實在看俗啊嚇，看。看俗係咩？看啦 ，sacrifice for the show 啦，看我嘅 office 你話啥有物件？做會咯 office，全部艱苦啊，冇咩看到啊！你要看啥？是我想，當今我想到我 office environment 啊，你感覺看有啊？我在想。你 office 你做工位你是啲，唔係我驚嚇，係咪？我看間冇是啲樓階，你 department。我喺 department 唔是，到啲樓頂。樓頂我，唔是樓階啦。唔是。特別。你看下，你教我看下，我等陣想嘅位。然後我喺 office 入面是 OK，較 clear 是講。我 office 樓頂嘅位，佢邊個一個位，
特別嗬 basement 或者 basement 啊，喂 basement 就是我哋垃圾碌啲 basement 呢邊個做工嘅喎。冇喎，我唔是特啲做到啲 basement 嘅喂，特別碌感覺就 basement 嚇。哦，我哋垃圾嘅時候咪碌成。maybe basement 是我做埋，我做 basement。你做 basement 啊？應該我哋垃圾，我哋看到是碌是啲 basement 安尼款嘅位，貴日子啦，你看啦。貴日子啊，未必特別到啲 basement。唔是這邊架啦，這邊架咯，這架 basement 啦。正是 basement 咯。這是 basement 啦。啊，未必都感覺到這邊，你感覺到這邊。未必我看到是這邊，我唔知道這邊架是 basement 嚟。OK。但係即係你冇咩知啊，即係正是 basement 嚟。特別好，我係做工嘅位，要一間。我做工是，我接每大門是頭一樓咯 ，ground floor。我 office 是起樓頂一樓。特別我 office 嘅 ground floor 下邊啊，你家起一個呢是伊落去一 basement 嘅，係你 basement 呢，我把落去一道，伊下邊冚起來，伊烘起來，唔是烘咧，收起來了。下邊，下邊咩嘢？哦，你講先，等我講講。His basement 未架 lift 落去啊，冇 lift 嘅。冇 lift 落去，行樓梯嘅。行路樓梯落去嘛，嗬。對。啲樓梯咋細呢？冇講太大。冇講真大嚇。講太大。啊！我當然想掉啦，我當然頭腦都想掉喺你 area 好咯。因為樓梯是差唔多一個人行，可能。滑呢？原來人白行。我未記啊，所以未去看，我未記啊。你過去看啊！我未記啊。I think 我未記看是誰，我未記啊。I think 我冇講真正 A，冇講真正 A。冇講真 A，特別是一個人是愛行落去咧，一人行條路呢。我未記啊，特別好，我落到去樓，當今喺樓卡邊是冇幫行咧，特別頂到是馬達了嚟。啊！點解我係 office area 冇是馬達了嚟？冇夾勁哦！冇，伊冇 lock up，特別要私人房。冇私人房，私人嘅。嚇！要私人房樓卡，我冇聽過。哦，私人房樓卡，你特別數起來，你冇落去，你冇開過來看。我冇去過一道，我 because 我辦啲 facility 人，我叫我落去一道。แล้วทางเวลาเราคิดคำอ้ำแล้วว่าแล้วคิดจุ๊บี้ว่าสาธิตขอเสียวอ่ะว่าคิดขอเสียวว่าคุย Apple มาบอกแกแล้วว่าคุยว่าเกี่ยวว่า handphone เหรอคุยหวยแล้วว่าคิด check 咯阿 John 都介趣味呢，去看笑啦，你話你個曖昧。我是俾佢 feel 看，我 feel 看，我冇 feel 就幫行 actually，because 我聽一個人講，伊合併啊。真正垃圾啊，有聽到聲我捌聽過，特別我未講100%講是鬼啦，什麼啦，我聲我捌聽過。了樓下咧，我是捌聽人講有私人房嘅事嘛，有係啲雙房嘅啊，所以伊馬達了，伊就講樣頂到是冚起啊無啊，了我就未落去看咯，我被 feel 看，我會感覺到有成個垃圾嘅物件，我落去我個無垃圾刺激咋。我冇啦，實講上啊，閃劇就咩冇啦。特別一個位咧砧板喺邊啦，我啦實卡冇爽就是嗱，伊真正暗咩啊，แล้วbecause 伊冚個啦暗咧，我就俾叫我 handphone 自己看啊。伊個打波嘅長嘅經啊，伊個門已經烘起來啊就，用拍壁烘起來啊嗬，แล้ว伊另外一邊都被接起啊，伊是只破起啊，就冇在經邊啊嗬。伊卡破一壁一坑咧，我擺入去。無我無擺入去啦，我伊參，伊唔是只門，伊是人只割破咧坑啦，我行入去看。下邊我看垃圾袋，無唔是刺激，本來是成個暗嘅咯，只暗嘅。你做咩把路樣冇用咯？Because 伊樓下有 asbestos 係迄個所樣冇用嘅所在。我特別貴 renovate 貴嘅使用，你看咯，所以應該是冇啦，你特別會感覺到，我笑掉。因為你去你就
因為我 try 是 access，我 access through 你看物件嘅。maybe 啊，未啊，小就是我要 try。你看，你就無看到下面物件，你干哪？哦，對，我無人，但是講我若啥驚嚟講，你對，但是講我是你有目睭，你看，你意思講你看下面嘅了，你看到嘅了。So I try to access from there 啦。我當佢有看，到底我哪有想到，特別我 because 我冇看到。因為我是到樓梯嗰邊隔了喎。哦，你個樓梯。平時啱樓梯就啱了。平時。係咯，樓梯就有灰。對，樓梯有一頭，下邊嘅藤有一頭。是你接起來邊有灰嘅了咧。就maybe through 你邊個 access，我 through 嗰邊個 access 過去嗰邊個。OK，我未對咯，你只我樓梯 and then 落去只我落去樓開到啱咧，無會咧。我是看到樓梯應該是一人行啊！我不知我去 check 過，我不知去 check 過。係頭前阿妹嚟。哦，較 A 啦，你是講？唔是較 A 啦，伊唔是四本，是講內人行的。較雜淡薄嚇。一人對阿妹一間，安尼看。OK。我反正去 check 看嘛，在我拜一去做工時，我去看下。開嘅啦，伊無開啊啦。無電咧，無電腦卡伊無。無電嘅啦。伊無開咧。伊成 totally dead 就對啦，冚死起就對啦，係咪？係啊，伊無開就是看唔到啊，是暗就看唔到。了OK， 來我陪這點講。哦，係住我馬上講下，以前咩困嘅事 ，last few weeks ago， 應該 few weeks ago 還是 few days ago 啦。伊困了，我發得多嚟邊啊喲！我就發得冇解困嘛，解一人困嘅。等係就話發得多嚟邊啊喲！你咪困咗半暝時，使家己請起來哦！你看到發得徛嚟面層嘅定地跳咗。呀！地跳咗開下咧，地外口。你話買得咩喲？我做咩？佢咪困咗半暝時嘅，俾佢跳咪。然後但是我嘛看目睭哦，看目睭開咗話發得到，一邊佢是看發得困喺邊啊度。哦，那 the next day 是咪我阿哥講是我發的靈魂走出來方面成故。哦，看到你講阿妹人有人困了後，伊家己走出來嗰種。哦，你走出來係你伊嘛，你嘛看到嘅是你把靈魂，唔是真係人嚟。哦，你走嚟困你邊啊咧？本是靈魂嚟。人咧，發得困喺邊啊？係前面困喺邊啊？哦。你報名嘅快跳，我問你問命喲，我報名成日起嚟跳做咩？我問你啊，你人講，你再講有人講你困嘅事啊，你面啊，袂使畫東畫西啊，แล้ว你靈魂未接對啊，你有冇聽過？睇你未見啊？有啊，不要無上次你用幾支衣嘅先行。哦，嚇。喺阿莫教下咪解咯，喺阿莫教佢啲念珠主可能畫喺邊畫嗰隻哦。係啦。你咁面車？我冇可能畫鬼，我冇可能畫。啊，這是盲光，可能盲光。Australia 請了嘛？係啊，คุณ請啦。誒，盲光啊，啷個攤對啊？見你教過。是。英國中文對啊。所以啷攤機面？你攤嚟隻車，你冇攤嚟隻車呵？我咁配嘅喎，講是11號。1號嘛，所以我還是可能還是自己搞，還是早起搞。哦，你早起搞嘛？阿妹來咯，我點播啊？係我被結掉啦，直頭來。我搞，我本差唔多多下邊一個 area。哦，係好啊，好，有希望你來咯。我 try my best。嚇 ，OK。arrange 款。嚇，交鬼仔好。了It's unlikely that you will cut it deep enough to sever the tendon. If you sever the tendon, it has to be reconnected, so you must go and see. 老公講嘅話，老公講 tendon 呢，就是開刀啦。我講 tendon 呢，就是去食。我係 tendon 是咧 beef 啊。杜卡筋。杜卡筋我就咁食嘅。好料咯。攞，誒點心嘅事啊咧，一半睇你啊。點心冇杜卡筋啫，我上嗰時用豆腐嘅，我很食杜卡筋。我杜卡筋喎，這邊點心啊，用脆啲啲啊，半下呢，一脆嘅女啊。用豆腐
阿 John 用豆腐啊，就做家見咩？唔是北骨地無肯食咩？北骨地冇。我只係我這邊只係點心。哦，因為我是因為家好食啊。我食嗰牛嘅不多面嘅牛腩面啊，咪是有當時有係顧客見嘅。阿 John，睇個換啊，我冇走人妖，我個外邊塊面我對面我走人妖。哦，做咩事咧？你看到物件啊？冇啦，即係冚腰啦，我馬可能冚嘅，我今日我可能睇。哦，你讀個烤校，你讀個烤校。嗱，我拿歐刀。OK 啊，這個 episode 係是貴啊，先至啷個辦啊？做你貴嘅啷先至係袂使嘛，所以貴啊貴是。John 啊 ，John，你直頭買你話直頭接起啦，去私人房啦。如果唔係，我別使，別使 access。唔接起，你唔去，我 access 袂到。哦。我愛你去，你而家你愛我看嘛？你愛看你特別去，你嗬，你我就 access 掉 through 你，嗱我 access 過去。我有去過，我頂到時我有去過，頂到我落去一擺，我冇落去一擺。我是去啊士林幫嗰邊甲看。啊，我有去過士林幫。看啦嗬，你 from 路嘅目睭嗬。特別我冇看到下面，我冇啥 feel 到驚啊，是冇 feel 到咩 ？because 伊冇，我有看到伊士林幫嘅 area 啦，一個，特別我冇 feel 到半行。Because it will hurt when you, for example, wash your hands. 我冇看到。我有看到 physically 看到，特別我冇看到鬼。Maybe that's why 你未看到，因為我冇驚，我冇啥啊，我冇啥看到半行。我厝係叫掉。哦，看伊厝係叫。這點，伊厝誒。冇啊。冇。long 啊。幾多頂啊？英哥你要怎看？啊？阿咪？來英哥你要怎看？你看冇？actually 我厝誒應該是在去，卡數我阿哥我8歲啊嘛。嚇。但我阿哥唔成成咧，嚟做事咧。嚇。then 伊already 我啲8歲嘅股嗬，伊咪去成成係物件。哦。那當時我阿哥講。叫伊去成日去念經，伊買講盤大，伊講只神合邊面冇半行冇嘅鐵土。叫住嘴，叫你安迪嚇。嚇，叫我哋8歲嘅安迪啊。講去念經係咪嘅買講盤大？你同阿哥講咩？你規多厝行來行去，我當我細。你話路人嘅。我安迪應該是本會先前阿姑啊嘛。我安迪冇出事個馬路。伊也未出事，伊過先個白路，但係我買不到冇去啊。我這種無會來無學嘅啦。伊無學，我驚啊伊，伊學嘅，對我就學。無伊對我 family 真係學。哦。無伊，意思講伊人學，特別我唔是講，我意思講伊唔是，伊過是安尼久了。我唔過是家己人嘛，伊袂學間轉去啊啦。伊較早是伊去我阿哥講，我係嗰一個 temple member 大 KL 嗰個，咧直接原地來去我阿哥成個跳檔嘅時候，伊講伊係你 temple member 厝下邊，伊拖那邊有物件，伊愛。哦。然後我阿弟講你，我係媽個講啊，你唔去跳人嘅厝，跳去 KL。你阿弟該搞拖物件，嗰啲制嘅了嗬？嚇！去學嘅了喎，你我係 brother 在新加坡做下面英文仔嘅了喎。哦，但係新加坡只錢。我哋廣播噃。哦，伊規日去學係買物件。我新加坡啊，接飛機啊。係喎，冇接飛機啊，最準啊。波個區，有冇波？Superman。波個佢，所以講咪波過，講咪波，我波過去。波過去啦，波過去啊！頭家我是波個佢。是啦，福建阿爸上福建話想跨年啦，係啊。對。我難潮，本機名機。冇清楚只係咪是咪波咪鬼嘛咧？我嗰時對。早幾年整嘅時候，我厝有一個跳檔，所以normal啲就是有跳檔嘅嘛。咱有一個佢哋大白字白啊，係掠幾個人嘅厝，幾人嘅暗啦，咱就玩個成個。然後我講伊講你食飽冇做過啊？做咩？講冇啊，嘛嗰邊做緊我哋厝這邊，我咪過來看者了。喲，
然後阿哥講多一病嘅，伊講阿弟你我嘛嗰邊去拖。呀！跟住 next day 你好，你要快點打病。哦。即是要去即個接你要死啊人啦，就嚟。哦，我會啊。哦。咧嗰陣時我厝一個職工阮嘛，然後職工是救人嘅嘛，恁伊大伯是拖人嘅嘛，恁走嘅時候我係按伊嘅 brother-in-law supposed to pass away 嘅嗰個，恁係職工咧，我就去厝去換伊嘅係 house 伊嘅門牌啊，去換拖餅嗬，恁去吹無厝咗。去拖袂到人嗬，對佢伊大伯入白 ，after that few days 使入白過人位，講係即講害死我，對佢條爬波死掉唔掉人。有可能。做喂翻妹哦。大伯二伯加骨頭伯面相哦。無相。誒？無相。大伯二伯是你關隻 A 嘛？咧骨頭伯面是係你。骨頭白面咯，你骨頭是你白面，我呢個是想是你 health guard 啊。是的哦。那特別是拖人。古靈兵講啦，古靈兵 explain。我有拜特別幾百 S Y 舒服嘅。大粒頭就俾佢。大粒頭嚟啊，大粒頭。大伯幾百。骨頭白面，伊I think 啦，茫講話就是 correct 啦 ，I stand to be correct 啦，假使我冇錯啦。I think 大伯二伯，阮有拖嘅，骨頭白面本有拖嘅，但係 in terms of 伊人嘅 ranking，I think 大伯二伯較懸。哦。哦。Then after that,大伯二伯伊上個 OK， in terms of military 啦，所以人家應 understand 啦。骨頭白面都是上個 lieutenant 嘅呢。大伯二伯上個 captain 嘅呢。啊。呢個黑白無常咧？大伯二伯。哦。大伯二伯上個 captain 嘅呢啦，骨頭白面是上個 lieutenant 嘅呢啦，你伊個兵阮無相嘅。Actually 大伯二伯有正一 level 唔是咩？伊無相 level 都是無相嘅。伊有無相嘅大伯二伯。我知了，聽到大粒頭同我講過。幾點 different 點 different level， 伊有 different 嘅大伯二伯，伊人嘅 story 無相嘅。哦。That means 伊人 when 伊人都是 mortal 嘅時，伊人嘅 story 無相嘅。所以問講上個即個 story 大伯二伯 story 都是安尼，了解了大伯二伯是無是安尼。你入面是講伊無相，伊個即個地擊內面就無相，會幾站嘅嚇。伊12站了，幾站個了未記啊？18站。From what understand 啦 ，OK， 都是10 tribunals， 18點個了。18點個了。18下掉啦，咱講去新加坡時，但伊人叫 tribunals 啊，I think 有10個 judges 啊，then 18點個了。But it's very complicated 啊！係我講點唔知。特特伊係你是後主嘅嘛？對。嚇？後主伯。後主伯，係咪後主？哦，後主伯是when你看伊起檔嘅時候，伊起來是後嘅。哦，後主。無有資料即無相啦，我你 too much information 啊，你捌人嘅暗我起碼暗滿有嘅，但係我人嘅無相嘅 different level 嘅。哦。Then 我人阮有拜伊嘅 judge 嘅。哦。So 古早嘅時，假是古早無 all these things 嘅時，有人入會嘅時，就是半暝變較亂咯。然後當今有迄個地基嘅 altar 了啊，所以人有入幾蝦米物件，迄個幾個物件是來暗嘅時，迄個紅光就是裂了，
immediately key 迄个地嘅 altar just hand over 哦，所以一 send 你就去啊，express，就到 FedEx，就 FedEx 去咧，地嘅。express。我一直到迄個200人嘅厝吼，伊講是伊只 A 嘛。所以我講騎咧，伊講袂使騎咧，但坐咧頭下，你解講話。200 usually 就是甲 A 大白嘅甲關嘅。For some reason I don't know 啦，but 伊人大白200 usually although 伊人有 different pairs on different levels 啊 ，but in general 我 understand based on 我 understanding 就是200 usually 甲 A 大白甲關嘅。OK， 200講咱就要襟大啊。OK， 感謝各位聽眾，這禮拜收聽古語故事啊！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咧，就是郭珊妮啦，個有英國中嘅英國中嘅麥啦，英國中你冇名？拜拜。唔知。英國中麥。你俾我可以畫名。你可以隨住畫名係。任先生。哦。你任先生真好聽啊！但是唔好聽是叫做惡奇寶。正嘛，伊做先生啦，隔籬學生個啦，講伊做先生是真正鹹嘅。成個係麥咯，成個係麥嘛上，我係麥啊，我係麥鄧仲本啊，就嚟派件啊，伊係你甚性派件啊，然後我係麥伊只大漢了嚇，伊30幾歲啊時，你知樣成日去做咩時候，伊用大片薄膠啊，伊薄一半啊，我係麥來啊。哇！一叫啊，咁我叫，你叫我媽講，你叫我媽劉生講，劉生我同你講，我做呢大人啊嚇，我係四邊看只隻，我看到我呢邊啊，我叫起嚟講，我咁強噃，你看我講我冇做啥啦，我驚，講係叫起。你每晚光嚟每晚光。我教佢試啊，教你講會試，真係哦。阿 John， 特別啊，我諗騎住是幾攤啊，伊講騎住是幾一般都拄到伊係學生啊，了伊講梗係曬樣伊一個啊，唔知咩事。你乖學生話曬樣伊咯，你歹死學生話驚。阿 John， 嚇，豆嘅。阿 John， 我陣間走啦，我電話部。OK， 拜拜。棒光，梗係講點八節啊，咱昨天嚟做一節目是講惡先生。好。惡先生諗怕叫 ，OK， 呢時啦，禮拜再見佢啦，但係就是攏聽到走去啊，幾三年英國中加惡奇寶，是惡奇寶海名啊，或者對係任先生，แล้วก็เจเตียนกับชิวเฉิง啦，南晒啦，แล้วก็走去喺豆嘅啦，我做咩冇出到聲？哦，做咩無用北京？無用北京係咪數？哦，你哋播咩？我有多聽，我有多聽。無用啲波隻啦。你播阿邦啊？名人，本師這本名人，咩屌啊你？係咪數？我成日出嚟日嗰啲人叫咩話？判你住咩咯？住咩？都唔自習你自習俾你人貓咯，入切人自習住貓住。準備一排。啊，你可望即係咩啦？唔該講話啦。伊人邊啊，係咪數？佢在咩？佢在咩啦？係咪數？小英咪係咪中意？我做咩你可能錯啊？你可能冇理啊？我但係本可能冇呢個關係就好啊。我做咩嗱？大可能冇理。但係呢個講地時學用冇理，就是學啲。我講老媽仔都請你個咩可能讀書啊？我講。唔要緊我做咩你就厲害人，唔要緊咁變過。一個我冇รู้ใน厲害。一直人拍入切人。這位是我厲害咧？你個厲害嗎？喂，我直用喙攞巴切來冷死。我就係佢隨時嘅啦，結果情。
阿无。哎呀，了啊，哦，就比时开爸爸起来，嗱，咁樣諗住字話啦，冇呢話搞啊！即係講得啦。我報名逼咗咩事啦？我咪講路啊，冇啦。一隻 room 嘅 history 我報名逼啊，特別我嘅在啦 relationship 嘅啦。OK，anyway 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บางกวาง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กูเล้งเป็งละก็กูเล้งเป็งก็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ละก็จากงละแล้วก็กำพุย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下個禮拜到底來各位收聽新嘅邊啲學嘅節目。若是講咱要參加咧，迄個三八大隻車咧，咱就要去邊啲學嘅網頁看。OK，拜拜，下禮拜再見。拜拜。